店车旅馆饭店目前总共有887间业者，有15000多间房，是六都当中上济城市，会当满足无共旅客需求甲预算。市府为了维护消费者的权利，减少可能的消费纠纷，尤其伫国外透过网站订房，无法度判断敢是合法的业者。所以，观光旅局就甲业者合作，透过 Line App 平台推出旅客订房服务系统，成为全国首创。我们希望提供一个合法业者更好的一个跟消费者更好的一个互动的平台。因此呢，我们特别和旅行业同业工会一起来努力，希望借着这个合法的平台，能够让大家在来台南的时候增加了欢乐，减少了不愉快，那也减少被非法业者这个诈骗也好，或者是说因为产生的消费纠纷，或甚至于减少了保险造成了一些这个遗憾。所以我觉得希望大家共同来支持，也共同来使用这个公家、台南市政府观旅局跟业者跟我们同业工会一起来打造了这样一个全新的最好的旅游平台。其中委贴亲自透过记者会来宣传该订房系统，对今日就开始上线服务，而且除了订房间，也当查询台南的景点甲美食等资讯。目前有60间，有一个业者家己也持续增加，希望创造游客甲业者双赢局面。台南新闻阮子采访报道。